世界上仲有一樣嘢咧，又係大家都好同意嘅，但係亦都好無可奈何嘅，就係貧富懸殊係越嚟越嚴重嘅，全世界都同意。有啲人話係解決唔到噶啦，但係咧亦都有啲經濟學家話解決到嘅，只要我哋向有錢人徵收80%嘅稅。你哋都笑啦，係咪？你向一條友徵80%嘅稅，即係咩咧？我諗即係話叫佢帶佢屋企隻肥貓。就去獸醫度咁就獸醫就同你講，因為出面啲貓太瘦啦，所以你隻貓咧要切緊80%，咁咪即係得翻個頭？咁唔一定，可以得翻個囉柚嘅，蒲條尾俾你啊！我諗你就會同個獸醫講，咁啊醫生啊，你打支麻醉針要幾多錢啊？你聽清楚，係同你打支麻醉針要幾多錢啊？閹隻獸醫要幾多錢啊？80%有邊個肯俾？有，香港有個超級富豪，佢話佢願意捐出佢全副身家99%出嚟，只要佢可以後生30年。所以你明白點解你唔係大富豪啦？因為你根本就唔係咁嘅水平你又要求政府退稅，佢又要求退稅，佢要求退嘅係30歲。我問阿強，我話阿強啊，如果你可以後生30年，你會想有啲咩改變？阿強話：咁起碼都要有12嚿腹肌啊！阿強，人類有8嚿腹肌已經好問㗎啦噃，你多咗4嚿擺喺邊啊？擺落啲啊！咁啊，即係大髀有4嚿腹肌啦，其他順吞啦，小腿有膝頭哥，腳板底有腳毛，唔使買鞋，好嘢啊強仲有咩想改變啊強？最好有4次初戀咯，搓湯圓係嘛？初戀一次搓過一次，搓4次。阿強係好古怪嘅人嚟嘅，但係同時係好正常。如果你有翻30年，你係咪好多嘢想改變啊？咁富豪想改變啲咩咧？當時富豪有1000億身家，佢自己講咁冇咗99%，即係得翻10億。OK， 但係多咗30年，咁佢就話佢會用呢10億，透過呢30年揾翻1000億。你明嘛？即係佢會透過30年令到一切都冇變。你終於明白超級富豪都有啲嘢係做唔到嘅，佢哋係唔能夠拍嗰啲咧咩嗰啲劇咧，即係叫咩穿越劇啊，即係翻去以前嗰啲，因為導演會同佢講富豪嗱，你翻嚟以前咧，你而家咧你要改變2樣嘢啊嚇，咪住，要改變，點解要改變？咁因為所有呢啲穿越劇嘅角色都係要改變嘢噶嘛，富豪。咪住，嗰啲角色係咪都係窮人嚟噶？所以要改變嘢。我明啦，穿越劇其實即係悲劇。我唔愛拍呢啲劇。咁你愛拍乜嘢劇？我愛拍嘅係重拍，乜嘢都唔改嘅重拍。嗱，你知嘛？人生最高嘅境界大家都聽過嘅，就係老而重拍。1000億冇咗99%，仲有10億，都仲有10億但係10億對大部分人嚟講，根本就唔係一個陽間嘅數字啊！你好少聽人講冇10億，我情願死咗佢。咁事實上，如果你死咗佢，你係會有10億嘅。個現實係，其實大家唔好搞錯，我認為其實大部分人唔係真係咁中意錢嘅啫。嗱，我上網我做啲調查，何謂一份好工？所講嘅條件都係同錢係冇關嘅，係啊。我綜合咗有幾個重要嘅條件嘅，我同大家分享下有3大條件一份好工。OK，佢話第一
一份好嘅工咧，係令到你唔怕星期一。好多人係唔明㗎，唔返工嗰啲，星期一做咩？有咩咁得人驚？啲 lift 會冧啊！啊！阿強每個星期日晚同我食飯咧，食到咁上下就哭喪咁嘅口面，好似食最後晚餐咁。係啊，因為過幾個鐘就星期一啦嘛，食到最後佢就會開始唱歌㗎啦。黎明請你不要來，就讓12:01到發生兩重意外，全公司執晒笠，全香港冇電到，淨係出糧沒有異常。一份工第二大嘅條件咧嚇，我相信呢個人一定係俾我影響咗㗎啦。佢話就係一份成日打風嘅工，即係有啲人去見工係會問先生，請問你哋貴公司咧係逢星期幾打風㗎？即係我相信人係唯一中意打風嘅生物嚟嘅。有啲人話上帝已死，好明顯係俾人類激死嘅。人類咁邪惡，我要整個風球去教訓下佢哋。8號風球，仲係星期一，哇！感謝主，冇得救啊！人類係冇得救嘅。而第三大條件，哇！呢個我真係覺得真係令我豁然真係開朗啊！睇到佢真係，佢話一份最好嘅工咧，就係一份唔使見都一定請嘅工。咩意思？唔使見都請嘅工？喂，即係你申請做隻螻蟻，我都尚且要知道你有幾貪生啊！即係你唔使見嘅工，咁即係點啊？即係個老闆星期一返工，你係我返緊工，係啊？咁你喂，你問嘢啊？又話唔使見工嘅問嘢咪真係見工？OK，sorry，唔係我想請教下你高姓大名啫。我叫馬可波羅，係咪有人工加？唔係啊嘛，唔係你理得我姓咩啫？是但啦，搵食啫，是但啦。而家出面我哋廣東話有時鬧人，嗰條友好 Kai 嘅，我諗就由咁嚟噶啦 ，Kai brother 好 Kai。係咪？即係所以我哋保護廣東話都要，因為你轉咗做第二個語言咧，你係譯唔到契弟呢兩個字嘅。我到今日都唔係好明契弟係點解嘅，坦白講總之你就覺得，如果你話嗰條友好契弟，咁佢真係好契弟。即係所以點解啊各位？點解全世界都唔會對一啲唔環保嘅人用啲好嚴厲嘅言辭嘅咧？因為碳緊嘅國家要繼續碳啊嘛，未碳過嘅國家更加要碳啦。大家知唔知道？前一排我睇新聞美國有一個男人喺個水塘屙咗一篤尿，個男人放水個水塘放晒個水塘嘅水，因為一篤尿。你諗下，你美國佬飲水飲得咁招積，咁我哋中國人點可以唔嘆下？所以舊年中國人淨係去旅行係去咗8000萬人，即係成個香港去咗10次旅行1年內。你嚟香港係冇人嘅，去邊啊？去旅行咯。咁我下個月翻嚟，下個月都唔得，都係去咗旅行。所以你點解成日見到啲中國人喺飛機上打交咁樣啊？啱啱放低個篋，又要上篋，又要去旅行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好繁忙啊嘛咁樣。
想話買啲紀念品嘅時間都冇。唔係啊，你咪有啲餅乾啊咁嘅嘢咯。嗰啲唔係紀念品啊，紀念品係我唔使睇價錢啊，你買唔起嘅物品就叫紀念品。嗱，中國人我哋唔需要講，大家諗下啦。如果印度人又有錢起嚟，咁點算呢？你知印度人最中意兩樣嘢，第一就係死後能夠燒晒，化為灰燼，沈落恒河；第二就係法拉利。我喺恒河嘅邊上咧，有一戶印度人請我食飯 ，OK， 台都冇張嘅。嗰個人就喺佢同佢老婆瞓嗰張床度咧，鋪幾張報紙就開飯啦，同我都唔係幾好意思啦。咁但係可能佢哋嘅習俗，佢又唔知道我哋中國人有個習俗叫做得上床就掀被冚噶嘛。你冚住張被咁同佢食飯，我自己都好唔慣。食完飯真係家徒四壁噶啦，但係佢個仔咁細個啫，竟然有個玩具連我都羨慕嘅。係一部可以坐人嘅紅色嘅電動法拉利跑車，可以俾佢喺屋企嗰條窄巷度。呢部係假嘅。喺同時，印度有個9歲嘅細路仔揸住佢爸爸真正嗰部法拉利喺條馬路度，俾人拍咗落嚟。警察去拉佢老豆，佢老豆點講？我個仔9歲就揸法拉利。我唔係一個好爸爸，佢以後仲揸點啊？嗰部片就係佢自己拍低嘅，揸法拉利就一定噶啦，更加重要係你幾多歲揸？各位，如果印度又好似中國咁樣發起嚟，我相信啊，恒河要改名 ，OK？ 中東有條幼發拉底河，我諗恒河就要改做有法拉利河，因為每一個有錢佬臨死嘅時候，都會將佢部法拉利駛到去恒河邊度，對準個恒河，然後入個一波，冧油啦，冧油，全架車連人帶車冧油，冧晒佢，咪點火啊？未死噶嘛？數1、2、3啊，1、2，諗唔諗啊？未數3。